第8章，对即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大拄着困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学生拢分散伫犹太甲撒玛利亚逐位，有虔诚的人将司提反埋葬，为伊追刑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入人的家，拖着男女落伫家内。遐个分散的人去逐位传道，腓利落撒玛利亚城，宣讲基督。众人听见，搁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听叹伊的话。因为有真侪人互有鬼附着，遐个鬼大声喊叫，对因的身顶出来，搁有真侪变碎的、摆骹的，拢得到医治。伫迄城内就有大欢喜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向来伫迄个城内行邪术，懒散自尊大。互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，无论大小，拢听叹伊讲，这个人就是迄个称作上帝的带领者。因听叹伊，因为伊久久用邪术，互因惊吓奇怪，交伫因信腓利所传上帝国的福音。甲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洗礼。西门家己也信啊，既然受洗，就常常甲腓利伫一所在，看见伊所行的神迹，甲大的异能，就真惊吓奇怪。使徒伫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上帝的道，就找彼得、约翰去因迄位，两个人到了，就为因祈祷，要互因受圣灵。因为圣灵也未有降伫因一个人身顶，因只有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对安尼，使徒换手伫因头壳顶，因就受圣灵。西门看见使徒换手，就有圣灵赐落，就提钱互使徒，讲将这个官柄也互我换手第一罪通受圣灵。彼得讲，你的银甲你三甲灭无吧，因为你想上帝的恩赐是通用钱买。你伫这个道上无分无关，因为伫上帝面前，你的心无正，你就懊悔你这个罪恶，祈求主，或者你的心内的意念通得到赦免。我看出你拄伫苦恼的中间，互罪恶困迫。西门讲，恁为我求主，互恁所讲的无一项临到我身顶。使徒既然证明主的道，而且传讲，就倒转去耶路撒冷，一路伫撒玛利亚一寡乡舍传扬福音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讲，起来，往南行，去迄个对耶路撒冷落加撒的路，迄个路是旷野。腓利就起身去，无拍算，有一个埃提欧别人，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，伫埃提欧别女王甘代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伊上去耶路撒冷，现在倒来，伫车顶坐着，读先知以赛亚的册。圣灵对腓利讲，你去我近迄个车行。腓利就走到太监迄位，
听见伊读先知以赛亚的册，就问伊讲：你所读的，你明白吗？伊讲：无人指教我，怎样会明白呢？对安尼，请腓利上车，甲伊三角坐。伊所读的迄段圣经讲，伊亲像羊受牵到台的所在，搁亲像羊羔伫剪门的人手下无声，伊也是安尼无开喙。伊谦卑的时阵，人无照公义审判伊，一罪会述说伊的世代，因为伊的生命对地上抢去。太监对腓利讲：请问先知讲这个话，是指着一罪，是指着家己呢，是指着别人呢？腓利就开喙，对这个圣经顶起，对伊传讲耶稣。两人拄拄往前行，到有水的所在，太监讲：看，遮有水，我受水有什么妨碍呢？对安尼，吩咐车停掉，腓利甲太监两个人边边落水内，腓利就甲伊行水里，对水内上起来。主的灵将腓利提去，太监也无阁看见伊，就欢欢喜喜地行路。后来有人伫撒玛利亚拄着腓利，伊行遍迄所在，伫逐个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